另外来看这台中西屯的中港丁清病院急诊室呢，昨是来发生一桩暴力的事件。这是一个26岁姓林的患者，伊情绪真激动，先假做要来拍医师，了后呢，佮甲另外一个护理师安尼甲搏落，互人面着伤，而且佮脑震荡。这病院甲卫生局是强烈谴责这款暴力的行为，也那警方已经依法甲这个患者送办。108公斤的查甫人伫急诊室头前出拳，头部遭受攻击，护理师失去重心，向后边倒伫病床。另外一个护理师为柜台冲出来，想要阻止。台中市的中港丁清病院之一透早4点外发生医疗暴力事件，院方出面严厉谴责，决定提告。是有出现脸部的擦伤、挫伤的这样的一个情况，也有颈部的疼痛、麻木的这些的感觉，还有脑震荡的这些现象。26岁姓林的查甫人是因为倒手刀挂伤，要求护车送医。到院的时阵情绪激动，想要拍急诊医师，经过警卫甲家属安搭到急诊室门口领证，不过马上向出拳攻击姓詹的护理师，造成护理师第一站失去意识，面部刺伤甲脑震荡。警方赶到现场直接逮捕，将违反医疗法甲刑法伤害罪嫌正办。该男子就医过程中与护理人员发生冲突，并动手伤人。警方已调阅监视器画面，并依医疗法及伤害罪嫌依法侦办。医疗法规定，任何人免用强暴、威胁这方式妨害医疗业务执行，违反应罚3到5万，或者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应并科30万以下罚金。不过台湾护理师医疗产业工会认为，制度失灵，反而判刑过轻，建议政府修法重罚。以这为例就好了。那你觉得在台湾的医疗暴力的一个情况怎么会改善？所以我们也希望呢，政府要求司法院对于这些法官必须进行再教育。台中市卫生局也表达严正谴责，强调医疗暴力零容忍。后续公布通报台中地检署司法侦办，全力支持第一线医术人员。记者综合报道。